透过市府交通局甲客运公司所提的画面，清楚看得出公车司机伫咧将公车斜坡救出来以后，新上者坐着轮椅来上公车，疑似坡度过大或者是固定无好，造成新上者甲轮椅倒向下。虽然当事人无啥物外伤，不过却造成内心的阴影甲恐慌。我当天看到的是司机，其实他有一个卡榫，他是卡不过去的。我在猜，他没有上油，所以他卡不过去。他另外一只脚要踩着那个斜坡，所以他没有办法推我上车。我当天看到的情形是这样子，他没有办法推我上车，然后因为斜坡很陡，就是公车的斜坡很陡，我要上去的时候就变成说。没有人在扶我的时候，就往后仰这样子。其实我受伤30年了，我脊椎损伤30年了。我搭公车的次数不到10次，为什么？因为公车是很方便的一件事，因为我会怕，我担心说我遇到的司机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当然说好的或不好的怎么去认定呢？他的友善的态度，其实我们看就知道了。那遇到好的司机，可能就是照 SOP 流程来走，我们就很 OK 了。可是遇到不好的司机拒载，或者是言语上有什么就是觉得嫌恶，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是像这一次的意外发生，我们都是要去波比，就是要去看看我们今天遇到的司机是怎么样的司机。该事件经过媒体的披露，加新上者的订正。议员王家珍上午嘛邀集市府交通局、甲客运公司以及新上者团体面对面来沟通。现场包括台南脊髓损伤协会、癫痫之友协会，甚至全国脊髓损伤联合会拢前来声援。我这边特别跟交通局提醒，对于公车上下让身障朋友、轮椅族朋友上下的时候，公车它的相关设施，包括道路的适当与否，包括公车运奖朋友要请他更有同理心我在台南市议会交通局工作报告的时候也特别提出要请交通局督导，要请交通局注意身障者一样有搭乘公车的权益以及该有的一个尊重。针对新障团体所提的意见，府城客运的经理郭王松一方面向当事者来道歉，另外嘛坦诚时间甲准点的压力可能会造成驾驶人的情绪问题。对此，因会来加强驾驶的教育甲辅导。而交通局嘛回应，会依照标准的作业流程来操作。这个可能是结构性的问题，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承认这个是结构性问题。因为长期以来，这个驾驶在我们调度排班的那个工作上，他是非常好的一位驾驶，他各方面都会配合。至于他为什么在车上之后就会有一些可能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影响他的那个服务态度，就如同蔡理事长讲的，他可能面对时间准点上的压力，长期以来就会形成这样。这我不知，可是我还是会认为说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我想交通局一直非常的重视我们这个无障碍的交通的环境。那我们譬如说在今年的疫苗接种期间，我们也派出了许多的滴滴版公车，也服务了很多的无障碍轮椅的旅客，乡亲都觉得非常的贴心。但是针对少数驾驶可能没有落实轮椅操作的这个 SOP 以及设备没有保养的部分，这个我们查明如果真的有疏失的话，就会依照公路法来开罚9000元。那后续我们也会努力来加强这些 SOP 的落实，要求每个驾驶都必须受相关的训练，并且保持同理心保持爱心跟耐心来服务所有的旅客。至于新障者所提公车站路边的问题，交通局嘛回应，会甲公务局来进行沟通，并且处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